好開心咧！我哋再一次一齊嘅去查創世記29章，到被佢個哥哥以掃嘅時候咧，佢就去咗咧去母親嘅哥哥拉班，即係舅父屋企啦。舅父就問雅各：你係我啲兄弟，唔可以咧做嘢咧而冇呢個人工嘅，即本開聲。咁你需要啲乜嘢嘅工價咧？以至咧你可以咧喺度咧同我一齊嘅工作。咁雅各咧就去舅父講，因為咧佢深愛咧佢嗰個細女拉結，佢就話咧，我願意為你個細女拉結去做工作咧7年嘅時間，就讓佢成為我妻子啦。咁呢個咧就成為我工價啦。雅各深愛咧呢個拉結，睇7年嘅工作咧好似幾日一樣咧，好快樂咧咁樣去做。當時候到咗啦，咁佢就同佢嘅舅父講啦：7年咯，好讓我咧同阿拉結咧拉成呢個天窗啦。拉班咧就大排筵席啦，到夜晚咧晚間嘅時候咧，拉班送到去雅各嘅房間嗰個咧係大女利亞，而唔係咧拉結。第二朝一起身嘅時候咧，雅各咧發覺原來咧佢琴日同佢即係咧結合嗰個咧，原來咧係利亞，就走去揾呢個嘅拉班。佢話咧，我唔係同你講係拉結嘅咩？點解你將利亞咧送嚟咧？拉班咧就同佢講：呢個地方冇呢個規矩嘅。如果大嗰個咧嘅女咧未出嫁咧，細嗰個咧係即係冇呢個規矩咧。咁所以咧佢就其實咧欺騙咗咧雅各。佢話咧，如果咧你再過得7日完成咗呢一個大女之後咧，你再為我做工作7年咧，下一個禮拜咧拉結咧就可以同你一齊啦。咁我都將佢俾埋你咯。雅各咧好似咧只可以咧照住去做啦。結果咧過多7日嘅時間咧，拉班就將拉結咧都俾咧雅各咧成親。14年過去之後啦，雅各話俾拉班聽：我而家咧需要翻去咧我父家嗰度啦，同埋咧我嘅呢兩個嘅妻子啦，11個兒子，同埋咧1個女兒同2個妾侍，帶咗好多嘅牛羊啦、工人啦，預備咧翻去啦，去個父家嗰度。但係當其時咧就拉班咧就同佢講：其實我已經咧睇得好清楚，亦都計算好啦。我知道咧耶和華神咧之所以祝福我拉班咧，係因為你雅各嘅緣故。佢話你需要啲乜嘢工價，以至你可以留喺度咧，繼續嘅同我工作咧。咁跟住咧，雅各就同佢拉班講好咗一件事，只需要咧今日凡係咧會有斑有點嘅、有紋嘅山羊同埋綿羊歸我噶，咁咧我就可以留低啦。拉班一口應承咗佢，但係咧即時咧就揾咗佢嘅兒子咧，就將呢啲咁嘅特徵嘅羊咧，即刻咧喺雅各嗰啲嘅羊嘅當中咧就攞走晒啦。剩翻嗰啲咧就係咧冇斑冇點咧嗰啲嘅綿羊同埋山羊，咁以至咧欺騙咧雅各嘅另一個手段，並且將自己咧同雅各咧隔咗3日嘅路程，將大家啲距離咧分隔咗，以至咧啲羊咧唔可能咧有機會混雜咧。咁日後咧可能雅各再得唔到嗰啲咧有斑有點咧同埋黑色嘅綿羊咧，變咗咧佢都唔可以咧為自己咧成家立室、興家立業，有呢啲嘅屬於自己嘅財產。但係咧神咧好奇妙嘅，喺當中咧雅各咧有自己嘅方法，以至咧嗰啲配合出嚟咧都係有斑有點，並且咧亦都有黑色嘅綿羊同埋咧喺當中咧有一個嘅自己嘅產業喺嗰6年嘅時間。咁後期咧甚至乎咧拉班嘅兒子啦，嗰啲見到雅各咧好多有斑有點嘅山羊，同埋咧有嗰啲綿羊豐富起嚟，皆因咧神咧好祝福呢個雅各。咁但係雅各咧將嗰啲瘦弱嗰啲咧，反而咧佢就唔需要去交配嘅時候咧，將啲瘦弱嘅咧就係當咧係俾呢個拉班嘅兒子，對佢哋咧好嬲，覺得咧雅各咧將佢爸爸嗰啲嘅產業咧好似咧奪咗去。雅各咧喺夢中，佢見到咧天上嘅使者叫佢話：雅各，你看所有嘅山羊綿羊都有斑有點有紋，神咧奪過嚟咧俾過你。